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人类有教育的历史，谈讲已经超过10000年了。谈论人类文明的发展，对待教育的方式也因改变。人家教育唔单止是人类的好朋友，对广东人来讲，甚至像陆卡人样的，有的教育日的高压病人还个好哦。不过，另外也有一群教育，唔单止爱奈路去流浪，有的甚至本人上到传吧，等到本人留去收容所，系12年无人领养，如果本人安乐死。每10条入到收容所的流浪狗，差不多有8条如果本人安乐死。为操作解决流浪狗造成的社会问题，台湾对政府都民间可以1下亿的经费，不过效果是美国下面。除了做好宠物契约、修法来落实动物福利制度，有通报人士也讲，重点还是提也能减少同动物和谐共存的想法。来看罗分成、冯阳山的报道。就像声音同阿妹山难穷款，好些个东西同面前，一条桥也唔会本人写到，因为见爱先同刘香兰上下门。好了，亲亲啊，乖乖乖，你也乖。两系刘香兰15年前去个流浪狗收容所，有2500块钱，为70岁家己做爱心妈妈已经20年。收容过几啊千只个流浪狗。好了，乖，乖。我俩20年来，是太条我记得来吼，尼酸的，它超过2亿。本来系做片上工厂嘅负责人，为到流浪狗，刘香兰用自己生意赚嘅钱全心照顾。刚开始，佢同收容来嘅流浪狗饲料同整理过后，送本现行人士领养。无奈何，流浪狗增加速度色彩特别。刘香兰今天到林口注意这题去收容所，本流浪狗有一个无卡，是在自由自在生活，而吃到老死。快吃啊！到刘香兰嘅收容所地摆，是有几千只嘅流浪狗，不过10年前就冇嗰本新嘅流浪狗来带。我想到讲，我一家年岁要紧到，我迄人人输给我输到了。披萨搞到我输方是迄我的责任，我面对的迄个生命，我对了生命来负责。和我有按多说咧，我敢有办法讲，比佢好多些高位，还有一个想讲教育的问题吼。政府按呢无讲当积极来做，只是我心肝也当人心啦。关怀流浪狗20年嘅刘香兰，讲出台湾流浪狗嘅悲哀。很有人受到照顾，而且到老死嘅流浪狗，都得系少数。但像当然本人安乐死嘅流浪狗就超过12万。绝对超过12万到13万，因为我们在收容所的安乐死的公部门的记录是这么多，那还有很多是到私人收容所啦，或者是在路上饿死了或者病死，那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，那个数字。讲到流浪狗嘅命运，喺本人作去公立收容所。12年过后就会安乐死，有的身体状况较好嘅，除了等待期间做过切肉手术，本民众领养。不过目前嘅领养率只有1成6左右，也就是讲每100只流浪狗入到收容所过后，就有大约80只为本人安乐死。那系其他和流浪同500嘅狗，见到天生天养嘅环境下生活，要面对同类之间嘅竞争、传染病嘅威胁。人类无情嘅苦痛同意外事故嘅影响，所以长彩身体有病，
心智五体不全。他是因为遭受捕兽夹断腿，那后来因为感染得很严重，不得已要截肢。他原本没有这么严重，他后来因为伤口感染，但是4只脚全部都截肢掉了。那截肢掉变成说他走路上有点困难。养係一間流浪狗收容中心，主要係負責照顧受傷也係本人苦托嘅流浪狗。5年來，全有兩個狗超過1萬隻。因來自無相關嘅所在，才有定共同嘅命運，咁就會差唔多碰到無救咧。这都是车禍來，然後癱瘓的比較嚴重，所以我們都會讓他躺在這個擔架上面哈，因為他尿下去的話，才不會說會造成褥瘡這樣子。像這一隻就是癱瘓狗，它那個車禍整個脊椎斷掉，所以就整個沒辦法動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個後腿都是呈現這樣的一個狀態。好，乖，好乖。頭兩個每一隻狗，現形容充滿無奈、昂昂，實也表現出身體變好嘅希望。根據台灣照顧生命協會嘅估計，流浪狗受傷嘅比例大約係3成，日日出現流浪狗嘅生活環境係極危險。其實它這隻狗蠻可憐，是它這個腳已經原本就截肢掉了，然後這一次再被報案人帶回來，原因是它出車禍，這一隻腳全部都看到骨頭，你看這邊有那個針縫的那個痕跡。他第一次來。多年來，台灣社會同流浪狗之間嘅關係，對光復過後嘅預防電狗病大量撲殺，都每下立法要規範嘅收容安樂死。期間都需要愛狗人士簽名抗爭，同政府還有民眾都通報天平嘅兩頭，通報人士訴求通報權益。不過流浪狗造成人嘅麻煩，確實係一個當難解決嘅問題。它會不會破壞我們農作物？會對人，會對茶。它嚴重就會造成車禍，人口它都會萎縮從鎮上啦，街道上啦，還有大都市就會有像咬人那啲嘅事故。都會區嘛，人口越來越集中，按不條水母，它就狗來相咬，然後它的狗會發情期等等，這個時候追來追去，就會造成噪音的問題。根據農委會嘅資料，台灣平均當年是得找到10萬隻嘅流浪狗，按到嘅數量都得係完全錯成嘅。除了主人挑剔特別創造嘅之外，也竟然還發現有無良新聞一隻用勾結丟別嘅方式對待狗嘛。你今天狗老了，生完了，沒有利用價值，你就往外丟。那誰在救？貓狗119在救。那這些狗，它原本一生都是關在籠子裡面，它除了會生、會吃、會喝，沒有其他功能的。那一旦丟出來，它不會閃車，它不會躲車，就這樣子一出去，馬上就被車撞。我們這邊很多個案都是流浪，就是繁殖場丟出來。呢幾張通報團體翕嘅相片，底部臭腳腳嘅流浪狗，又係本一隻特別組種嘅狗，應該表情降低本人利用癖過後嘅悲哀。無論一隻也係主人特別，咁漸漸就會造成流浪狗嘅數量按高嘅原因。有專家提出某相關的意見。從公立收容所，例如台北市動物之家來看，它的純種貓狗是不到1/10的，它收容捕捉的，所以那剩下的90%以上的那些混種的，一般講米克斯這些就比較不是那一種寵物貓、寵物狗嘛。林亞杰做獸醫工作將近30年，2年前也是自己帶領團去莊下為民眾休假狗做切肉手術。根據佢嘅觀察，切肉無法度全面做好，將係流浪狗嘅根本問題。一個是流浪動物族群自身的繁殖，那麼另外一個來源呢，就是在鄉村地區半野放的家貓家犬，因為鄉村地區動物醫療資源缺乏，然後交通不便，經濟條件又比較差，所以絕大多數的動物不但沒有關，而且都沒有做過絕育手術。那在這種既不關又不絕育的狀況下，他們就不斷的懷孕。無徹底切肉係流浪狗數量按高嘅原因。主管機關農委會也竟然也針對鳥狗切肉編列預算，
每年大概有300万到400万的经费投入，就是补助各地方的防疫所，还有我们的家犬，鼓励它绝育。那另外对于爱心妈妈，她收养很多的流浪犬，那如果一直繁殖，那对爱心妈妈也是很不忍了。那她已经有爱心了，所以我们对那方面大概都是全额的来协助他们，就是来这个免费来帮他们做绝育。做好车约，切莫分流浪动物减少大量繁殖嘅机会。另外，解决流浪狗嘅问题，必须多方面进行。像动物保护法规定，宠物应该办理登记，用于芯片嚟到强化主人嘅责任。不过效果则有相当差距。我们全国现在宠物的登记已经达到大概86万只了，那全国大概有120几万个只，已经达到大概60%多了。事实上成绩不错。那都会区有些像台北、台中都已经达到75%了，事实上是很好。但是呢，很多地方像乡下，我要承认，有的3成、4成都不到。主政份核心部界客家肢体，落先做通报工作将近20年。技术服务界台湾动物社会研究社了解，但参考目前嘅政策来解决流浪狗问题，效果可能无按好。所以，建提出宠物交易贴片件嘅概念，就会民众同买狗嘅时，买卖双方拢必须另外交税。这些钱是拿来处理一些可能会造成的流浪狗问题，或者是狗咬人呐，有些人可能负担不起这些费用等等，这些来处理这些问题，以便让人类跟这个动物的互动，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受到比较好的处理。我如果真的要养一只狗，我可以用认养的啊。整个收容所里面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名种犬啊，各式各样非常棒的狗。那我如果去收容所认养，还可以免费。透过宠物交易贴片件，除了是在增加处理流浪狗的经费，还更希望民众是在以两样替代用买界。只係按你嘅想法，到底做得到冇？那现在其实我们的宠物里面就有一个宠物登记费，这个宠物登记费其实就隐含这样的一个制度，因为这个登记费是政府收取，当然量就是金额不大。我们宠物登记的话，现在是1000块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绝育的狗是1000块，如果有绝育的是500块。民众是不是愿意来？再又回头来说，你已经给我收了登记费，那你又来征一个教育税，是不是就会变成去领养狗而不去买狗？我不认为是这样，因为你去买一只狗啊，那是人类的占有欲的一种展现。那是因为你的需求，可是你看到一只流浪狗、流浪猫，它很困顿，它的处境很艰难，然后你来领养它、照顾它，那这是人类慈悲心的展现嘛？一个是占有欲，一个慈悲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任何处理流浪狗问题嘅想法，拢有讨论嘅空间。不过挑出解决嘅争议，可别用动物福利嘅观点出发。相信会有很快嘅事呀。动物福利它的精神其实就是，讲的学术一点，就是人类道德的进化，人的同理心，从人对人的同理心扩展到人对动物的同理心。大家呢能够看得到讲，掠迄生命，迄生命要尊重佢，佢有神法对掠个地球的权利，而你莫讲爱是做得主宰的一切。当成你的家人就会很不一样。看到他生病，你就会想要送他去看医生，甚至有他的宠物的家庭医生。我觉得这个观念真正能够建立起来的时候，也就不会觉得说我买狗只是为了要炫耀啊，我一旦他生了病啊，我就想丢就把它丢。你为了你的小孩讲，小孩子跟我不要了，或者他生什么病就把它丢掉嘛？不会。动物保护法实施10年以来，中央政府投入流浪狗嘅经费已经超过4亿，地方政府还有10亿以上。当多通报人士见到呼吁，解决流浪动物问题，必须到尊重维护生命权益嘅基础上。可比大家实在多一道同动物共存嘅想法，可能问题就唔会咁麻烦。
主要是面嘅面吼都是建做啦，主要是讲吼，我哋唔是防腐剂嘅料啦，就是说我用的多做的多啊，啊面吼做时要几久啦。在牛用啊，嘅牛用嘅香料哈，我哋另外制造过了。用重新啊，是讲我来用我的中药方面哈，去提炼过那个香料出来，所以那个香头不平了。他们都有57年，就上5的。他们都会30年，当时是比较神怕啦。所以讲，就是说我们南方做啊，唔顺，地方做唔顺，那边呢就只有做在中国那是呢，做啊，做外面两国有生意啊的啦。做我平常心啦，平常心啊，做我哋客家人嘅呢，就是安尼努力哈，继续努力啊，